继续来到中华新港，有一座文学工行拄啊完工验收，内底有一个设施叫做“转动爱情”，是转到互在地人感觉真哀怨，因为实在是有够差的差。迄是由3个大滚筒组成，内底有大细粒的铁珠啊。在转的时阵，都亲像是台啊拍庆歌、玲珑叫，是甲附近真侪乡亲吵甲用要抓狂。 5个灯的红桶啊，放做伙，顶面有写浪漫的诗句。这个设施叫做“转动爱情”，是中华新港文学工行一个真特殊的设计。不过，伫设顶当时，内面有大细粒铁子伫细时呢直直叫，发出的声音真大声。玲珑叫安差，这个单位讲的对啦，就迄声你挡袂掉的。多啦，在咧讲话都无听到啊，都唔知会反应。 转动爱情，若开始转的时，袂输是拍庆歌的机台，声是有够大声。公园的边啊，还有图书馆甲人家厝，这款声，互附近的人挡袂掉。钢树数量来减少，还是用塑胶的珠子，还是说把它拿掉？这我们研议后，在竣工验收完成后，我们会来改善。 电工所人员表示讲，转动爱情这个设计，全台湾敢若只有尔，伫内面放铁子是想要发出爱情欢喜的声音。 想袂到会互乡亲抗议伤臭人耳，会采纳乡亲意见，赶紧甲厂商讨论改善的方式。